现代台语版圣经约伯记第41章，你敢会当用钩仔拖海兽起来，还是用绳扭伊的脊？你敢会当用绳穿过伊的鼻，还是用钩仔钻过伊的牙槽？伊敢会一直求你怜悯，还是对你讲温柔的话？伊敢会甲你立约，永远做你的奴仆？你敢会甲伊看做鸟仔，甲伊佚佗，还是甲伊绑地，互你的查某囡仔牵得行？生理人敢会甲伊当作商品拍卖？伊敢会甲伊切一块一块散散卖？你敢会当用鱼标甲伊规身躯擦透透，还是用鱼叉擦透伊的头壳？你甲壳看卖咧，你绝对毋敢搁甲伊拼。想要甲制服，绝对无可能。人一个看到就惊甲破胆，无人遐好胆甲惹伊。安尼，啥人伫我的面前徛画条？啥人对抗我，我绝对袂放伊煞。天骹的一切拢是我的，我袂当无讲即个海兽的身躯，无讲伊骨骼的水甲伊的气力。啥人会当剥伊的外衫？啥人会当入去伊牙槽的中间？啥人敢开伊的喙？伊4箍恁长的喙齿拢真恐怖。在保护伊的是一排一排的兰，合起来就方密密，一块一块贴做伙，连风都钻袂入去，拢连做伙连做一个，无人会当甲因拍开。伊拍甲像会射出光，伊的目睭亲像透早的日光，伊的喙吐出火焰，喷出火星，伊的鼻孔呛烟，亲像大鼎伫冒冒滚，伊的气会点着涂炭，有火焰对伊的喙射出。伊的颔管有力，拄着伊的拢惊甲屁屁喘。伊的巴肚肉结实，黏伫身躯，袂当甲伊震动。伊的胸坎定甲亲像石头，亲像石帽遐重。伊一个起来，勇士拢惊吓，惊甲失神。人用剑插袂入去，用枪表箭嘛拢袂。伊看天做大草，看虫做沤气的柴。弓箭袂当甲伊吓惊赶走。伊看线索用的石头做草油仔。伊看棍仔做麦秆，铁笑唱锵锵叫的声。伊的巴肚会亲像内的虾片，伊行过的所在亲像铁白白过的烂土。伊互深渊亲像大鼎冒冒滚，互海亲像在滚的油鼎。伊行过的路发光，收过的水拢去白泡。地上无一个受造物会当甲伊比，伊啥物拢毋惊。伊看轻一切强猛的动物，伊是百兽之王。